漳州啊，哎，哦，龙溪漳州，好，漳州是。咱个漳州嘛，好是。咱是拢是泉州这边过来。哦，是。咱个祖先是泉州来。啊，阮的祖先漳州呢。对啊，泉州则开始。漳州、泉州这边。是。所以咱咧讲的拢漳州腔嘛。哦，漳州。啊，袂漳州腔嘛。漳州啊，就较少听。啊，咱南做就比较漳州腔嘛。哦，漳州。对，有漳州腔，有漳州腔，南做就个嘛。好。啊，所以人因迄边咧讲话漳州的腔。你讲话字音拢足正确的。哦，是哦。那足正确的，所以无像咱遮1点、2点，吼，人因讲1点、2点。真的哦，因是讲1点、2点。当然，啊无你讲1到7，你来讲1点、7点，是毋是字音差不多？有，拢会分会议。所以讲1点，哦，咁7点，哦，无共款啦。哇，7，吼。是啊，同样的对咧。啊，所以咱的上港是咱漳州那边。这在哪里？传过来。嘿嘿嘿嘿。咱讲过啊，咱是漳州边传过来嘛。啊，上早的那是咱咖喱番仔寮嘛。哦，咖喱番仔寮哦。是哦。要做漳州社区嘛。哦，漳州社区。要做漳州社区嘛。好。所以咱全省境啊，上港地的拢几乎就是拢番仔寮漳州寮。真的哦。延平国小呀。延平国小啦。延平国小呀。所以要做漳州社区嘛。哦，漳州社区。哦，这上早期就是2个兄弟啊嘛。用一成在底下开汤厂嘛。啊，搁后底下咧烧灰啊，做田嘛。啊了后，怎等迄边请数学老师就来囡仔上课。啊，甲迄边，你知道土位足济嘛？啊，怎甲迄边的老师傅请来台湾，请来教伊上港嘛。迄时阵早期的上港是咧保护乡里的嘛。啊是过头啊，即马但就免啊，即马地啊都交代你。你咧正在叫什么地？啊了后，即马我改了做庙会文化咧表演。变庙会。是咧来。日本时代有重金团咧，可能重金团我敢有用着种东西，这嘛唔知。你即马是无，但是伊袂当互你像即马安尼，遮尼开放。惊反多，惊错乱。对，这兵器那就拢爱没收的。当然啊。所以因迄阵仔咧做兵器，无可能做上呢，互你因为有攻击性的，伊就无可能互你。伊无可能你使用，拢叫你做法嘛。是。有来专门团，伊个早期比日本时代较早咧嘛。是。因迄阵仔香港就比日本时代较早。是。啊，你讲的迄，甲你迄阵迄是啥物？明朝时代啊，嘛毋是哦，清朝时代来。我清朝时代。清朝时代，漳州啦吼。好，安尼有较清楚啊，原来是漳州传。漳州啊。漳州的吼。对啊，啊，即摆大陆拢无啊，真全世界除咱台湾有相当尔。大陆无啊。无啊，因漳州都有，要不本来还佫有一团啊。啊，因漳州吼在所以咱讲，我都开台省王嘛。开台省王就开漳省王嘛。开漳省王。都当完工啊，毋过咱拢讲开台省王是郑成功呢。无啦。开漳省王。开漳省王是靠做陈元光。陈元光那是才开漳省王。开漳省。开发漳州的。对啦，漳州来才开发的。是啊。应该请来才开发。是。啊，变安尼哦。漳州人是伫那边啊，请过来这边。是。因为迄阵大陆若要过来咱台湾是毋是要经过湖水沟拢。是。拢会水库。台湾海峡嘛，拢伫咧去嘛，足济拢伫咧去啊。啊，所以因内面来拢会事先拢会摸因遐一尊神明，过来到保庇啊过来。所以因啊早期才会先倒来，拢是毋是因咧砖头骨，就是家己遐摸过来。是。拢几乎拢是安尼啊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咱所摆拢快台湾骨。台湾骨。拢快台湾骨。足济福州嘛。福州。今时大陆就拜福州嘛是大陆的。大陆就拜福州嘛。对啊。原来是安尼哦。系啊。咱拢讲观音福州呢。对啊，观音福州，佛陀山观音福州，嘛是大陆的啊，南海这个是。
人爱支持。啊，经济做事加宋钢筋有关系？无啦，经济做事无啦，对啦。啊，无当地树咧，活动诶。当地树，这影响到经济啦。经济做事。啊，但是无一定讲，无一定讲你这边新都，这回后台马所以嘛，你做什么？哦，是啊，什么样的叫我到华安乡。对啊。了保护安乡。了保护安乡。是啊，伊嘛有宋钢筋。对啊，伊个因为就是讲，我的主席虽然是查某，但是我的部长，伊就要用。伊个部长咧用啊，啊，香港就是电多关系，当然伊个关系，你爱定重，就是爱安尼啊，我一定讲我的主席搞不好我就袂当上当啊，对吧？啊，你电多是关税啊，你也无可能做主席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有关税袂当做主席。当然啦，你话你电关税，另外电关税个条恁家头啊。哎呀，对对。哦，恁家孙安江，是不是我那后代？是平时的，啊，但是这香港人，啊，香港嘛是另外就是伊个，迄嘛算做伊个部长啊。哦，有香港关系。对啊，迄嘛算做伊个部长啊。哦，你当然无可能还没当起当家啊。哦，这本来有这程序的嘛。哦，有个这样。哦，这个程序做的。根本都。对啦，对啦。哎呀，对恁的征讨来讲啊，恁的征讨那香港经典了都好，啊，香港经更好。得到吴义强，连小东华文化艺术新传奖都吴义强，为国家新传奖，哇，啊你读台南迄种的呢？无啦哈。啊无迄阵拢读商科较济。商科，我怎读什么呢？读英啊，你算要做生理的啦。啊，你唔能爱做到做生理的哦。无啦，哦，你看，我即摆是学生出版社啊，安和路吼，4,590几。你台南市人呢？我台南市。安和路呢吼，4,590几。哦，佮有咧出版儿童益智读物啊，各种畅销书、参考书，加用心啦。艺术袂当做饭吃。哦，安尼吼，艺术袂当做。袂当做饭吃，这是讲对我一个兴趣，啊，一个传承。是啊，请你来教上钢琴，爱走10外间学校安尼。对啊，我即摆走到这啦，我较早走传承啊。哇，那个走到传承啊，可能这个原因会当得到新传承。传承啊呢，我顶下走到金山呢。哦，金山。啊，中午走到南投水里浴缸呢。南投水里。台中。哦。我再过来，我等金山国小，我就教人师啊，82年，就去伫啊。啊，毋是野柳附近迄个金山国小，啊，我有去安尼，嘿嘿，我有去参观野柳的，对啊，有去迄附近遐见的。是啊。哦，原来去到遐咧教咧哦，因遐有上钢筋哦。我只教人师。哦，教人师啦吼。好，啊，中部讲的来讲家己安尼。啊，对中部我伫永安国小，西屯那个永安。哦。西屯也很好咧教。遐我教上钢筋。永安水骨头，遐叫水骨头。水骨头。西屯。有啦，我教人师啊。人师很好咧。人林跳过国术拢教。跳过国术，多三倍吼。多元化。哦，是多元化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南投水里药房迄，我也去教的。啊来，嘉义林森国中、玉山国中我拢教。啊，你讲迄阵，迄拢几岁迄阵去教？啊，拢80几年，82、3年去读。哦，迄阵去教啦。啊，迄阵40外岁，当咧用。哦，真係，啊開車咯，開車話先嚟。我去很多，我都冇開車。啊，無坐火車啦。當坐車去啊，一陣，啊，諗多啲啊。坐火車就。我諗多袋啊。坐火車能買齊。啊，多係啊，多係一禮拜啊。一禮拜。哦。啊，你練上幾多練咯？你一袋嚟啊，一袋嚟我練。哦。啊，自己練幾兩鐘啊？冇啦，冇係幾啊，我多。係點啦？點2點鐘。2點鐘啊。啊，你是攏利用咁啲課嘅時間係當練上。啊，對，應該禮拜幾課嘅時陣啊？拜幾號課啊？啊，是攏拜過年哦。嗰啲啦，冇。啊，無只，可能嗰隻。啊，兩禮拜啦，而家是攏2禮拜。至少講嗰隻，咱頭講嗰隻，而家可能嗰隻。係啊，對啊，因為要比賽啊，所以都加強一個拜過安尼。哦，加強一個拜過好。啊，你4點練到或者？5點半。哦，差唔多啦。
一礼拜练一间。现在按指导者。不敢啦，我拢来限制袂咁济。冇呀，谢谢。我来用迄武术动作较强是安那教。所以开始先打来都一片沙漠，没敢刚起来哦。我唔係管什麼人嘅，什麼官。我當時愛看啊，愛看啊，你知嘛？當然嘛是因材施用對嘛？你當然你大漢啊，日當街市，細漢啊，日對街市才合理嘅嘛。哦，你不可能講細漢啊，去日當街市，到街市都搞唔起來啊。好呀。哦，咁你政府下嘢規則嘅啊。人咧真正喺上當邊都冇咧點香點要點做啊。哦，對啊。這什麼意思？我啦，迄時咧啦，這個通常啦，咱廟迄種成廟咧做都相當嚴嘛吼。啊，因為咱這啲學校內底，咱莫去動啊動個脾氣啦，哦，莫去不會啦吼。咱就當作讓囡仔了解講啊，咱就有這個振華啊，有早期有這個樹的存在哦。啊，以前這個宋鄉是在保衛鄉里啊，到現在已經時代進步，用不着這種東西，所以我們是拿來廟會用表演，咱也可以用啊，然後讓你們可以了解台灣早期的文化歷史的現在。對，咱中華文化。啊，賣去可以講哦，就去拜拜，就去同什麼賣去。哦，這回時代不一樣。對，咱回這個中間當時上足夠嘅。有啊，這咱回基督教。哦，所以我哋講上講古意了啦。古意文化啊。對。是啊。我哋講這講安尼，你站在我們教育立場上嚟做。是啊，教育。你要可以。有，安尼好啦。安尼也較文明的講多一個質量，我這哎呀，我有掛呀。哎呀。是啊。無法度人去放開。有啊，冇咩談。有。要講點呢個情況足忝。哎呀，好啦，咱們個人叫電話足忝嘛。哎呀，感覺囡仔咧記軍事足好，對記憶力較好。啊。低年級跟高年級畢竟有差別，好一點武力有差。我動作安那比，先後順序也可以。對啊。可能囡仔慢慢好記他一下。本來這就是種啊，學囡仔為了多元化，學去活動嘅。你啊讀較好嘅，所以嘛好吼。所以上天創造人無公平。對啊，一兩點鐘，一個對迄個20-30個安尼咧教，分進度表，一禮拜教偌濟，第二禮拜教偌濟。通常我講無咧分進度表，我攏看了差不多，我就學落啊。哦，讚。哎呀，目睭看較緊啊啦。我無咧設定講今天要練什麼，明天要練什麼。目睭看較緊。因為囡仔哦，你甲動作嗰啲寵物哦，伊華為。哎呀，有影都對咧。啊，你啊，拄啲啊，換一個新的，伊感覺很新穎。啊，咱做過西啊，咱知影。咱也學嘅，西話敢那個開這環境。哦，讚啊！攏共款。伊要愛學新的呢，舊的伊就無愛要學。啊，所以你一直甲重複，都要反覆啲啊，伊無影響伊的會咱。原來是安尼哦，哎呀，讚。所以你袂當個按照我們的科目表。哦，讚。因為咱這底下藝術的呢？讀這是死的。有啦，這底下是那藝術的個對咧。啊，所以啊，看差不多咧，差不多會啊，沒足錢。有啦。現在都。那就是。好啊，讚。安尼咱學真濟人，我啲感恩。然後，安尼後天唔就攏喺嗰邊啊過啦。係咧，許林生老師咧幫忙嘅啦。係啦。好像小姐講啦。好像我人為嘅看過咧做嘅，咱嗰啲冇做。教育行政。對，成功啦哈。伊在黃嘉林校長是專去這樣啊。大同，台南市嘅大股嘅大同。台南市嘅大同。安尼人稍較近。較近。哦。大同門嘅。是方便個。係啦，差啲啦。讚。你唔係做偌濟當安尼。4當就當條啊。哦，4當當。你問我有咧虧啊？哦，是。我用虧人偷啊。哦，讚。真好。已經4當。哦，就是4當。哇，我練得久啊。
上公平啊，联合，哦，赞，哈哈，好消息，好消息。10月20到21年啊，中国体育场在表演的，他27日台南大学在比赛表演的哦。